今日我哋繼續嚟睇兩位歌手，同樣係高音，你分得出差別嗎？有啲歌手可以瞬間爆發最強高音，有啲需要更多條件先正可以穩定發揮。今次我哋用3種能力比較 ，Wendy 同周深邊個最容易打出最強高音？先講 Wendy 能力1，爆發速度。Wendy 高音爆發非常快，可以突然衝上最高音，衝擊感特別強。而周深就需要先鋪墊，再慢慢推上高音，屬於漸進式爆發。呢一行爆發速度 ，Wendy 更有優勢。而家到第2種能力，穩定控制。周深高音穩定度非常高，氣息控制細膩，現場好少出現波動。Wendy 雖然爆發力強，但高音張力較大，現場穩定性相對較有挑戰。呢一行穩定控制，周深更有優勢。跟住到第3種能力，極限高音。Wendy 高音張力強，爆發力大，聽落震撼有力，舞台衝擊感好明顯。周深高音更輕盈，但穿透力極強，空靈感非常突出。兩種極限高音方向完全唔同。總結嚟講，爆發速度 Wendy， 穩定控制周深。而極限高音不同風格 ，Wendy 更容易瞬間爆發最強高音，周深更容易穩定發揮高音水平。兩種風格各有優勢，一剛一柔。Wendy 同周深都係頂級高音歌手。如果你要選擇，你會鍾意 Wendy 嘅爆發型定係周深嘅穩定型呢？留言話我知。如果你想睇更多周深同埋 Wendy 嘅高音對比同埋能力分析，你可以睇返我之前嘅影片。